所有參賽隊伍在進入檢查場地後，均可獲1分鐘整理時間整理及檢查作品。你已經有1分鐘嘅整理時間，請開始。參賽作品除主辦單位提供之飲管和實字線外，不可加上任何外物。整個作品不可超出長300厘米及闊100厘米之平面面積。影片中作品並沒有出界。好，夠鐘。整理時間過後，工作人員將會為參賽隊伍的作品進行作品限制之檢查。作品必須通過作品限制之要求，才能進入測試場地進行測試。你而家可以進入測試場地。進入測試場地後，各參賽隊伍可獲1分鐘準備時間，設置作品位置和整理作品，但作品必須與作品限制時的設計及結構相同。好，你哋而家有1分鐘時間整理作品，請開始。好啦，夠鐘啦。準備時間過後，每隊參賽隊伍必須派1名隊員作測試員，其他參賽者必須離開測試區。測試員將獲發一個測試用嘅圓球及一支測試飲管，用作靜止圓球。每隊參賽隊伍將有2次測試機會。測試開始前，測試員可於20秒內自由選擇入圓球於飲管作品上嘅位置，而測試飲管必須置於圓球運動方向嘅前方。好啦，你而家有20秒嘅時間，大波，請開始。當測試員認為已放好圓球後，須向工作人員示意。工作人員確保測試員沒有接觸圓球和作品後，會示意測試開始。測試員隨即可釋放圓球。好啦，你而家可以放波啦，請開始。圓球停止後，如圓球與起點線的垂直距離超過1000厘米，工作人員會利用 V 型標貼於圓球最後停定嘅位置作記號，而標貼嘅位置則是從起點線到圓球最短嘅距離。當工作人員拾回圓球並交回測試員後，測試員隨即可以進行第2次測試。你而家20秒嘅時間，開始排波，開始留意。而家可以放波啦，請開始。完成2次測試後，工作人員會以拉尺量度標貼與10米線之間嘅垂直距離。再加上10米作為比賽成績。
如圓球滾至滾動區中端的木板後反彈。工作人員會利用 V 型標貼於圓球最後停定嘅位置作記號，而標貼嘅位置則是從木板到圓球的最短距離。工作人員會以拉尺量度標貼與木板之間的垂直距離。再加上24米作為比賽成績。量度完畢後，工作人員會於作品上貼上隊伍的編號，然後工作人員會通知測試員圓球滾動嘅成績。你嘅測試成績係1140 cm 同埋2240 cm， 你可以離開㗎。每隊參賽隊伍需自行將其作品放置於工作人員指定的地方。以下嘅情況將會被視為違規，測試結果將不獲記錄，並不會獲得補給機會。測試員不可屈曲測試飲管。由於你屈曲咗我哋嘅測試飲管，違反咗我哋大會嘅測試規則，我哋會取消你呢次嘅測試機會。圓球的第一次落點必須在落點區內，否則該次結果將不獲記錄，並不會獲得補給機會。影片中圓球並沒有出界。影片中圓球並沒有出界。影片中圓球並沒有在落點區範圍，該次結果將不獲記錄，並不會獲得補給機會。影片中圓球沒有離開作品區範圍，測試員可以重新進行測試，為每隊參賽隊伍最多只有一次補給機會。測試員必須在20秒時間內放好圓球，並向工作人員示意可以。你而家20秒時間，播波請開始。你仲有10秒鐘。5秒、4秒、3秒、2秒、1秒。夠鐘啦！唔好意思，由於你過咗20秒嘅擺波時間，我哋會取消你呢一次嘅測試機會。以下係測試規則嘅補充事項：測試員只可使用已標記嘅飲管釋放圓球。測試開始後，測試員不得再接觸圓球及其飲管作品，直至完成該次測試。測試員及其隊伍不得進入其他隊伍嘅作品區範圍，否則可能被取消資格。比賽場地內所有界線將會以膠紙外面嘅一條邊為邊線。在作品區內，參賽隊伍不會因為其作品置於膠紙上而被視為出界。參賽隊伍不會因為圓球在落點區或滾動區內接觸金屬條而被取消該次測試。如圓球越過金屬條進入其他參賽隊伍之賽道，該次結果將不獲記錄，並不會獲得補給機會。